人類自古渴望飛翔，今日我哋更試圖喺離地1000米嘅空中重塑城市嘅生活。主要依家香港都係受嗰個法例安全性去捆綁住。舊年受電離層閃爍影響，國慶無人機匯演被迫取消。不過今年就喺灣仔海濱上空順利上演，1200架無人機要喺維港嘅夜空中排出令人驚嘆嘅圖案。除咗要睇天之外，仲有幾多難題要克服呢？喺香港做無人機表演咧，其實我會形容係全世界最嚴嘅。因為我哋法例咧，首先我哋同內地唔同啦。我哋每做一場表演咧，其實我哋嘅飛機要距離人啦、車啦同埋船啦，就要超過50米嘅。我可以形容呢個全世界最嚴㗎啦。另外就係我哋要避開空中服務隊啦，同埋我哋會有好多限制嘅，所以令到我哋其實唔可以周圍飛，甚至乎太熱去飛咧，其實都會牽涉到一個光污染問題。維港上空屬於禁飛區，禁止放無人機，要喺呢一度做無人機表演就要過關斬將。林漢源嘅公司主要做無人機表演，每次演出之前，林漢源都要獨立向民航處、海事處、警方同埋通訊局呢4個部門提出申請，過程繁複。我哋同民航處咧都仲係不斷咁去摸索緊嘅，咁好多法例都係修訂緊。如果以無人機表演咧，其實而家我哋維港啦，大約5至6個點啦，喺入邊我哋每一個點咧，其實因為維港入邊牽涉有好多啲人車船嘅安全問題。佢話通常要等1個月先至可以攞到飛行許可，就算獲批，亦只能夠做1次表演。同內地一啲可以常態飛行6個月嘅旅遊景點相比，仍然有好大差距。雖然諸多限制，但係林漢源依然投入大量資源，繼續喺香港放飛機。點解呢？比內地咧，我哋見到情況好唔同，因為內地咧就比較空曠，好多土地亦都好多地方選擇做表演。但係同香港分別就係，因為我哋香港擁有維多利亞港係全世界最漂亮嘅景觀，咁所以你見平時我哋會睇內地可能過萬部飛機，但係都未必及我哋喺維港入邊做幾百甚至乎1000零部機咁漂亮。原因就係我哋會見到喺香港嘅表演咧，其實我哋會加入咗我哋嘅城市嘅景觀，令到成個表演更加去生動。不過維港兩岸樓宇密集，要揾到一個合適嘅表演場地，亦都唔容易。但係偏偏維港就係最人口密集。我哋而家面對問題咧，就係喺香港嘅土地好稀缺。例如我哋要飛2000部機啦，可能我哋要用等船咧，入邊每一架等船，我哋只可以裝到800部機。咁飛2000部機，我哋要3架等船嚟喎。所以我哋有時會揾一啲合適嘅地方、足夠地方咧，咁都係有一定困難嘅。雖然喺香港做無人機表演阻力唔少，但係林漢源話維多利亞港嘅景色喺第2度揾唔到，係獨一無二嘅優勢，可以吸引更多國際品牌同埋遊客。其實會 feature 翻一啲唔同嘅藝術作品，特別係 IP， 然後我哋會用翻維港做背景，咁呢件事係可以宣傳到香港嘅。咁另外就係，即使我哋飛機相對內地可能數量會較少，但係因為我哋試用咗維港，所以做出嚟設計就更加獨一無二同埋漂亮。政府將低空經濟列為未來重點發展項目，本港學術界亦積極研究新技術。沈志鵬係香港理工大學航空及民航工程學系嘅博士生。呢一日，佢同學系教授黃海龍一齊做無人機飛行測試。這個項目大概進展到什麼程度了？現在就是可以去做多次這種穿圈。多次穿圈啊！我們可以就是每一次也可以挪一下門，每一次飛完之後。由佢哋團隊研發嘅自主無人機，可以自動規劃最佳飛行路線，甚至識得自己避開障礙物。無人機穿過呢啲圈，就係模擬無人機喺本港嘅樓宇之間穿梭。佢哋嘅目標係讓無人機喺城市環境中自主導航，快穩準咁將貨物直接放置到客戶嘅露台，徹底革新傳統物流。它可能對於一些物資運送這種應用比較有用，因為我們有特別是這種應急物資，或者一些醫療設備救援的，那麼時間非常緊急的時候，我們希望這個飛機能夠非常快的去配送這些貨物。那麼這個應用上，像敏捷飛行、快速飛行這樣的方法，包括在複雜一些的環境中去安全的飛，然後還要讓它快。那麼這種研究是，我覺得在這個應用上是非常有用。呢一啲可以自主導航嘅無人機，幾時先可以飛出實驗室，真正融入香港嘅天空呢？
今年3月，政府公布低空經濟監管沙盒首批試點項目，讓業界喺制定嘅航線入面，以可控同安全嘅方式測試無人機嘅各種應用，當中涵蓋物流配送。不過呢一啲試點就仍然需要客戶親身到指定嘅地點收件。但係喺一橋之隔嘅珠海，同一個研究團隊嘅技術已經可以將包裹直接送到去客戶屋企。我們在內地的2個城市，都已經開始去部署我們的這個落地應用了。一個呢是在我們隔壁的珠海，一個呢是在長三角的南京。我們都把這個相關的技術呢都應用到讓這個飛機飛到陽台裡去，和讓這個飛機呢飛到室內，完成這個最後1公里的這個物流運輸。我們在珠海的項目呢，其實是運送一個日常大家可以購買到的一個包裹，比如說3公斤以內的這個包裹，我們的設計飛機都是可以攜帶的。我覺得邏輯是這樣子的，香港這個環境算是最複雜之一吧。如果能夠在最複雜的環境裏邊飛得都很好，那麼往下邊就是比較簡單的城市環境裏面去拓展，那它的難易程度是下降的，是更容易去拓展的。如果我們最開始在一個環境非常好的地方去做飛行，然後再往難的地方去走，那麼就是難度是上升的嘛。無人機起飛可靠指數簡稱 DTORI 正式啟動。今日咧起飛安全指數嘅誕生咧，目的咧就係徹底擺脫起飛環境資訊不足傳統嘅困境。今年9月，本港低空經濟業界發布全球首個無人機起飛可靠指數，呢一個亦係監管沙盒試點項目之一，希望為香港無人機飛行提供高精度嘅風險評估，並為行業制定安全規範。佢就好似一個我哋平時睇嘅實時天氣報告，咁又或者係加埋一個人嘅身體嘅體檢報告咁樣啦。咁透過一啲嘅數據收集啦，咁我哋主要係會分大類型嘅數據嘅。咁我哋收集咗啲數據之後咧，就用 AI 嚟到分析，咁就得出一個咧由0至到100分嘅一個起飛嘅可靠指數啦。咁最後咧就會用紅色啦、綠色啦同埋黃色3隻顏色咧嚟到表現出嚟嘅。無人機起飛可靠指數分為5個範疇：升、空、地、機、規。飛行員會喺無人機起飛之前實時監測指數，綠色代表無人機可以喺安全嘅天氣狀況下飛行。委員會秘書長何佩玲期望指數將來被納入國際標準，增強香港喺國際低空經濟領域嘅影響力同競爭力。香港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第一，我哋嘅樓宇真係好密集嘅，比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密集。咁第二咧就係，如果樓宇密集嘅時候咧，我哋嘅干擾 interference 會特別多。咁所以咧喺香港呢個地方飛咧，本身嗰個規範咧係會比較嚴謹嘅。你都相信一個咁嚴謹嘅情況得出嚟嘅指數咧，其實係完全可以應用喺世界各地，得到一個國際嘅認證。訂立安全指標固然係重要，但係當內地低空經濟規模已經係以萬億元計，而我哋嘅成果就仍然停留喺試點同沙盒之中。喺安全嘅基石同發展嘅速度之間，香港要點樣取得平衡呢？政府想香港成為低空創新應用嘅核心樞紐。今年3月公布嘅首批38個低空經濟監管沙盒項目，有29個試點項目喺11月底嘅時候已經落地推動。當中有項目已經累積一定嘅數據，可以再升級測試。講緊嘅係呢一個設置喺大埔海濱公園釣魚角嘅無人機外賣飛送站。有唔少市民喺呢一度釣魚同踩單車，無人機送餐有冇吸引力呢？呢一個無人機外賣飛送站有2間快餐店選擇，只需要簡單掃描 QR code 就可以落單。等咗20分鐘左右，我哋嘅外賣降落啦。攞完外賣，再將餐箱回收。咁啱係午飯時間，我哋喺呢一度邊食邊等，睇下除咗我哋之外，仲有冇其他人叫無人機外賣。等咗1個半鐘，都唔見有第2張單出現。不過低空經濟可以涵蓋好多行業，喺現階段，香港可以點樣釋放無人機嘅經濟價值呢？公羊線嘅航拍公司專門提供無人機攝影服務。呢一日，佢同同事嚟到下白泥鴨仔坑，準備用無人機拍攝附近嘅海產養殖場。規劃好飛行計劃，做好風險評估、飛行距離、高度同航線設計，先至可以起飛。所有準備工序都要做到分毫不差。前期越精準，數據就越準確。
Obstacle sensing unavailable for sport mode. Fly with caution. 好，take off。無人機本身佢比較穩定啦，咁而且係有一個比較，依家無人機嗰啲攝像鏡頭其實可以睇到好遠嘅，咁變咗係話可以有一個比較安全又可以快捷嘅方式可以去做一個統計，咁比傳統人手咧，可能人手會比較有錯誤啦，亦都會因應天氣啦、成本方面嘅考慮咧，亦都可能係效率冇咁快嘅。政府近年大力推動低空經濟發展，公羊線話呢2年多咗機構揾佢哋做大自然勘測項目。今年嚟講生意其實明顯感覺就多咗好多嘅，咁市場上係真係有呢個需求嘅，咁預計今年咧都應該可以達到6位數字以上嘅利潤㗎啦。咁如果明年嘅話，我諗都應該有6至7位啦。呢一啲喺香港所謂嘅新項目，喺內地已經係常態。點解兩地之間會出現呢一種差別呢？大家 focus 嘅位唔同嘅。咁首先內地係會比較主張大力推動低空經濟啦，而香港佢比較concern係喺一啲安全之上嘅安全啊私隱方面會比較高啦。因為始終香港佢嗰個結構係一個高密度嘅城市，所以相對嚟講咧發展都會比較穩妥同埋慢。政府喺今年嘅施政報告提出，出年年初會推出進階版監管沙盒 X 試點項目，目標涵蓋跨境飛行路線、載人無人機等更複雜嘅應用場景。許陽宇工作嘅國際大型網絡通訊公司，專門為無人機提供通訊技術支援。通訊技術點解咁重要咧？特別喺無人機個場景底下，因為無人機嘅通訊嚟講咧，我哋要建立一條通訊嘅鏈路嚇，同一般我哋通話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哋通話係可以斷㗎嘛，就唔會影響有啲咩安全性嘅問題。但係如果同無人機嘅通訊咧，一旦中斷咗咧，咁可能對於個無人機就失去咗控制，咁會構成一啲安全嘅威脅。佢所設計嘅通訊系統可以為呢一架載人無人機提供流動通訊網絡，唔單止支援無人機安全運行，仲可以喺上面安裝娛樂設施。前邊呢個就係載人無人機咧所提供嘅一個娛樂嘅設施嚟嘅。咁喺上邊咧可以聽歌啦，同埋影相啦，另外都可以調節咧呢個空調嘅溫度。呢一架載人無人機屬於一款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又被稱為飛行汽車 eVTOL， 由內地車企生產。機上設有2個座位，最遠可以飛行30公里，即係由尖沙咀到屯門嘅距離，將原本1個鐘頭嘅陸上交通時間縮短至15分鐘。公司目前已經向香港交付樣機，會探索未來喺北部都會區做低空旅遊，接載遊客觀光。而同公司生產嘅另外2款機型就已經喺內地取得特許飛行證，可以喺內地嘅城市試飛。我覺得係已經起緊步嘅一個階段，因為香港已經有一個載人嘅起降場喺度興建緊啦。咁亦都係施政報告入邊亦都有提到沙盒 X 係可載人，咁亦都係立法會推行緊可載人嘅相關嘅法例啦。咁我相信喺呢個法例訂立之後咧，就可以陸陸續續會見到唔同嘅載人項目喺香港去試飛啦。無論幾先進嘅技術，都需要法律支撐先至能夠落地。香港嘅小型無人機令按照無人機嘅重量分為4類：甲1類、甲2類、乙類，以及今年7月新增設嘅丙類無人機，讓將來無人機載貨有更多應用場景。但係目前就冇專門針對飛行汽車 eVTOL 嘅監管條例，限制咗大型無人機嘅發電空間。許陽宇期望政府可以為呢啲新興航空器制定一套專屬法律同標準，讓佢哋可以喺香港真正應用。香港嘅地理優勢就係多山同埋沿海，咁載人無人機喺一啲跨山或者係沿海飛行嘅場景就好有優勢啦，因為有好多靈活嘅航線可以設計到。咁喺傳統嘅跨山嘅場景，你揸車就要繞好大個圈，但係你用飛機就可以直線行駛跨過座山。咁我覺得喺呢啲特別嘅航道上，咁佢會有優勢。香港係必須要有法例啦，先可以實行到一啲創新嘅科技嘅。因為喺香港咁樓宇咁密集嘅地方咧，對於安全嘅要求係會更加高。喺現實環境上，當然執行上一定係困難咗啊，但係喺標準制定上可以唔同㗎嘛。可飛嘅空域可以調節嘅，我相信。喺飛行操作方面，現行嘅小型無人機令有嚴格要求，要喺視線範圍內操作無人機。不過，如果要做到跨境飛行，或者係將來用無人機載人，業界認為政府必須放寬限制，讓無人機可以喺更遠嘅距離執行任務。
我覺得香港政府其實可以出多啲可能唔同執照、專業嘅執照啦，咁去增加無人機公眾嘅信任啦、信心啦，咁令到推動法例方面可以放寬少少嘅，咁業界就可以試多啲新嘅嘢啦。我諗會有好多唔同新嘅產業會出到嚟啦。主要依家香港都係受嗰個法例安全性去捆綁住，可以簡化個申請嘅程序嘅話，我覺得係會帶來好處嘅。面對龐大嘅低空經濟規模，究竟香港嘅無人機商機係會飛向世界，抑或係原地盤旋呢？